大家好，我係 Iris，係 Medi 嘅 HCA。相信好多留學生陸續嚟到英國或者已經抵達咗啦。首先祝大家開學順利。我哋收到唔少私信，發現好多學生做完微創手術或者係啲小手術嚟到英國之後就有啲擔心，唔知道術後之後 follow up 或者係傷口點樣去處理，亦都擔心語言嘅問題，唔敢隨便去問醫生。今日首先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術後嘅問題，同埋可以喺 Medi 度點樣幫到你。4個術後嘅問題，第一就係唔知道點樣傷口處理啦，點樣去清潔同埋去換藥。第二，擔心傷口感染或者係愈合得唔好。第三就係手術之後報告點樣去跟進。第四係希望有專業嘅醫生跟進復原嘅進度。除咗註冊 NHSGP， 你仲可以嚟到我哋 Medi， 我哋 Medi 提供即日嘅預約、專業嘅檢查同埋轉介專科去跟進。你只需要提前提供你手術報告俾我哋嘅醫生，我哋會跟住你嘅報告去做因應你個人需求嘅檢查同埋跟進，包括一站式嘅健康檢查、由諮詢見面、檢查報告同埋開處方，即日可以完成所有嘅項目，唔需要浪費長時間嘅等待。而且我哋有主任級醫生現場解釋個報告，提供專業建議同埋即時嘅處理方案。傷口檢查同埋處理由受過完整培訓嘅醫療團隊進行傷口處理，專業嘅處理撕裂、發炎同埋拆線等術後嘅問題，傷口處理同埋指導，教你點樣正確咁樣換藥同埋洗傷口，提供日常嘅護理建議，確保傷口順利愈合，醫療記錄整合，根據你嘅手術報告進行個人化嘅跟進。如果有需要，我哋可以協助同原本嘅醫院或者專科溝通，長期健康嘅跟進，同一名嘅醫生持續進行 follow up 嘅情況，確保身體完全嘅康復，等你喺英國安心生活同埋學習。話個消息你知，呢個9月 Medi 開放專屬私人 GP 註冊，限量30個早鳥名額，先到先得。想了解詳情可以點擊首頁或者留言，唔好錯過。而且 Medi 可以提供唔同嘅會員套餐，針對唔同需求，等你可以同屋企人喺英國留學或者生活，能夠享受更貼心、更方便、快捷嘅醫療服務。